世界棒球12强，台湾队冠军举办大游行，民众做伙唱台湾上扬，安那总统和副总统嘛有接见选手。Trump 宣布上任总统了后，要甲墨西哥、甲加拿大关税扣到25%，对中国是另外加扣10%。联合国调查去年全球上无85000个附近人去互杀死，平均10分钟就有一个女性拄着不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戴金。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2024年世界棒球12强赛，台湾队拼得冠军。今仔日举办台湾上扬英雄大游行，沿路的民众大声欢呼，有人举挺台湾的旗帜，嘛有人家己做牌仔，发挥创意，支持这阵台湾英雄。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一战全球出名。回国了后，英雄游行，大家穿有台湾字样的帽仔 T 恤，在总教练张浩区的带头之下，台湾挂金牌欢喜的国旗对凯道公园路口出发。家政妇们在哪里？尖叫声！连线这个时候，如果喊说啊我老婆嘞，应该很多人会看着她吧。替补林家正正手游员着伤保利，甲台湾队长单结线2人共车，呼球迷真少，大声喝休。游员阁摕手机记录这个珍贵的时刻。这届棒球英雄台湾上扬大游行，球员28人拢到，教练团、整肃人员、后勤团队、战车队也做伙享受公营。我们家英雄谷特别准备金色的彩花，因为他们拿到金牌嘛。除了在馆前路英雄谷漫天飞舞的金色彩花，要庆祝台湾队夺冠之后，民众呢更手拿国旗以及听台湾应援旗，甚至发挥创意要来迎接我们的台湾英雄。我们自己制作的，花多久时间做？昨天晚上大概3、4个小时，帮所有的台湾英雄加油，谢谢。对，因为他这次的表现很亮眼，所以就有被他圈粉。特地穿陈杰宪的球衣来，陈杰宪也太棒了，超厉害了。我老实讲，其实一开始完全不觉得可以进复赛，然后越打越好，忽然觉得好像有点希望。如果大家是从这一次开始看球的话，以后多多进场支持中华职棒。部分路段除了加设战车站，现场的民众也做伙唱战车曲《台湾上扬》，把气氛唱到上高点，学到咱的台湾英雄一粒一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队摕到世界冠军，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嘛有接见选手。有风声讲，总统想要甲500块纸票顶悬的图换做这回12强台湾队，成本差不多要500亿。啊，那中央银行有规划要成做纪念的金额啊。台湾队以4-0的好成绩成为世界冠军。三军二队打出代表公营的结盟，来迎接台湾英雄。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在总统府接见台湾队的代表。赖总统是一个点名球员，学到因攻守拢有够赞。你们都是台湾之光，也因为有你们，国际社会会看见台湾，知道台湾不是只有半导体，台湾还有棒球。这场胜利阻止了日本的27连胜了。继续往前走，同时呢，也打破了日本国家队连续5000多个日子没有被完封。之前也许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没有办法让大家看见我叫谁，我是谁。这次真的很谢谢各位教练团，谢谢各位球员以及后勤团队，让世界真的看见了台湾了。往后我们能够抬头挺胸的走向国际的舞台，迎向国际。世界棒球12强，台湾摕到冠军，让全国拢欢喜甲。他拄赖总统有想要甲这500块纸票的图改做这摆冠军队的形象，对在永恒讲，若有相关意见会审慎评估。钞票更新这个本来就是各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那如果刚好也遇到台湾钞票要更新，我想那个在钞票内容上面把冠军选手的这个照片或者影像放上去，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当的。纸票要改版是真大的代志，央行伫107年捌估算过，根据迄当阵发行的情形，500块是差不多发行2亿张，因的成本是6.66亿。若是要甲纸票含银角拢收转来，至少要开6年的时间，而且成本差不多500亿。即马嘛传出讲，为着要满足球迷的期待，央行已经开始来规划发行12强摕冠军的纪念币。我在此向听台湾的英雄们致上最高的感谢，我们爱棒球的心超出了极限。
行政院长杜英台中昼宴请国手，除了特别准备世多社的卡片给代表队，嘛承诺讲会投入更较侪资源，做国家队上坚强的后盾。政府爱做的，唔单是成立运动部，佮要组成更较好的后勤部队，互选手搁一摆替国家来拼公赢。记者综合报道。前立委洪新汉接任劳动部长，第一个行程就是关心霸凌案视察立法署的北分署，伊表态拒绝送礼文化。洪新汉冒去郑义勇的办公室，讲郑义勇叫同事爱甲破败办公室有影喊过，未来绝对会互员工好好做工课。送礼的文化，接下来我认为都不该有。我也不吃这一套。为家己做起禁止送礼文化，新任劳动部长洪新汉2日头一个行程，就先到立法署北分署关心基层同仁，嘛宣布非常时期用非常的做法，提供部长的手机啊、电话、email， 和同仁有申诉的管道，会当直接传达心声，都是反霸凌。我们会还是要把可以反映跟申诉的管道，我们必须把它健全跟完备，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在那之前，在现在这个非常的时期。那我可能也会需要同仁们的一些提醒。洪新汉嘛取消署内5S 管理比赛，让同仁工作有尊严。另外，伊嘛视察前北分署长谢义勇的办公室，坦白讲请假较无适当，对谢义勇要求基层同仁爱用走的，洪新汉批评互人无尊严，真离谱，绝对无用稳过发生。去帮他做这些可能他自己觉得的品味上面的各种的维持，我觉得是过当了，甚至包括我也听到。接受他要求在分署里面跑步，像这样的事情，我其实听了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我也觉得很夸张。针对立法署认列这案的问题，洪新汉表示会尽力向行政院争取原因。那时前劳动部长柯明春、谢义勇出现涉嫌挪用公款，洪新汉回答专业配合侦办，绝对公平。针对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公务员被霸凌轻生案，成立调查委员会，请公决。针对劳动部霸凌案，立法院庭事委员会2日提出2案，包括前部长何培山也甲谢义勇应该接受严厉谴责，并移送监察院甲检调。另外一案是成立调查委员会，若未党团最后以人数优势通过，列入院会议程。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年寒人头一阵冷气团明仔载到台湾，拜四暗晡、拜六透早温度上低可能无到10度。天气变寒，这流感嘛开始传。今年10月以来，已经有250例重症，41例死亡。另外，长阿病毒这8年来头一届到寒人要跨年啊，要搁咧传。毋若是幼囡仔，这国校甲高中生嘛有真侪人话着。头一波大陆冷气团要到啊，气温雄雄降低，所以流感病毒嘛强要流行。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10月流感季节已经累积250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其中41例死亡，拢创下10年同期的新高，而且死亡个案拢无注流感疫苗。预估12月中下旬就会进入流感流行期。看起来就是说是以没有打疫苗的长者为主，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呼吁这段期间尽速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来。以免就是说秋冬这一波可能预估是 A 型流感会流行的这个疫情，会导致更多的重症跟死亡的发生。那流感疫情升温，长阿病毒疫情嘛真济。顶礼拜全台湾因为长阿病毒门急诊就医达到26000多人，比前一礼拜升14.8%。预估疫情高峰会延后，可能伫12月中，一礼拜就医的人次都有3万人次。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感染对象除了细汉囡仔、国小加高中生个案嘛有较济。国小跟国中的学生也有增加这个肠病毒感染的个案，虽然这发烧不是很明显，可是有可能会嘴巴破、喉咙痛、手脚明显的出红疹。疾管署提醒，当季长阿病毒较罕见，嘛是8年来头一届长阿病毒流行到跨年，爱到明年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所以会发文予教育部提醒校园内爱过来洗手加消毒。另外嘛，呼吁符合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注射对象，量早注疫苗，降低感染了后发生重症加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国道2号大南路段一台拖帮车载钢条，哪像无绑好势落来，含着对向一台货车，害货车并去。那货车后边是对一台轿车未负打动转落去哩，2个驾驶受伤，拖帮车驾驶煞甲车驶咧做走。
南韩上大在野党党主席李在明防指控乌白西人做假证，检方的证据无够，一审宣判无罪。李在明后届会当阁出来选总统，不过李在明另外阁有2件乌色案件等咧拍官司。欧洲东南部罗马尼亚总统大选变盘，极右派靠我罗西亚候选人目前领先，进入第2轮投票。若执政党的候选人排第3已经败选。这消息一日出来，真侪大学生上街头抗议。继续关心国际新闻 ，Trump 选调美国总统推动贸易战。Trump 宣布上任了后，要甲墨西哥、甲加拿大所有的进口商品拢扣25%的税，对中国是另外加扣10%。美国现任的总统川普预告伫社群媒体发文，呛讲上任的第一天就要对附近的加拿大、墨西哥进口美国商品扣25%的关税。另外一条大文讲要对中国的商品另外加扣10%的关税。幅度是比之前强的搁较细，不过目前中国的商品进口关税基本上拢是25%起跳，亲像电动车一寡特定的商品关税甚至有到100%。中国驻美的大使馆回应讲，贸易战或者是关税战拢袂有赢的人。川普伫大文中佮美讲大量的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甲加拿大迁入来美国，致使毋捌有的犯罪甲芬坦尼、鸦片类毒品的问题。佮谴责中国食药素、承诺防止国内芬坦尼外流，拢无照做。因安尼对这3国的关税措施会继续到问题解决为止。中国、墨西哥甲加拿大是美国进口商品前3大来源。川普这个举动等于是推翻2020年，甲伫第1年内达成和墨西哥佮加拿大的贸易协定，这大大影响到加拿大甲墨西哥的出口，美国产业也会受伤，也造成美中贸易进一步恶化，引发通货膨胀、地区不完球、拍乱供应链。消息一出来，美金随起，加拿大甲墨西哥的货币佮人民币拢当跌落来。现在川普身躯顶排真侪条官司，也伫当选了后顺利过关。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宣布放弃对川普头一个总统任期结束了后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上诉案。现在川普和指控想要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案，法官也伫史密斯的要求之下同意撤销。史密斯讲，无追究这2案是根据美国司法部无起诉在任总统的当年政策，不过寻求以无损害权利的方式撤销，保留川普下任了后重新起诉的可能性。川普团队表示，这是法治的重大胜利。川普伫选前有4个大官司，包含复合肉片名册封口柜、代去改掉商业记录的这案，已经互判有罪。胜选了后，陆刑宣判无限期延后。另外，2020年想要使人推翻交伫亚洲的选举结果案，目前犹原伫交伫亚洲的法院。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11月25是联合国定的国际停止妇女受暴日，全球有几万的妇人人上街头游行。按照联合国嘛公布调查，讲去年全球上无有85000个妇人人去互杀死，其中60成是牵手或者是亲人犯案，而且平均每10分钟都有1个妇人人拄着不幸。根据联合国报告，以地区来讲，非洲有21000个妇人人互杀死，是受害者人数上侪地区。接落来是美洲、大洋洲，亚洲和澳洲受害比例有较少。联合国表示，若要阻挡暴力侵害女性，就需要加强立法，检讨政府。另外，嘛要增加对妇女团体赞助。一大堆土耳其的妇人人去街头示威，所含镇暴警察的小 A。11月25是联合国订定的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但是土耳其政府却禁止因游行，搁适度将禁止队伍向前行。根据土耳其女权组织的统计，顶个月至少有49个土耳其的妇女被杀死，一直到今年10月为止，因为暴力事件死亡的妇女至少有320个人。联合国嘛伫一天公布数据，2023年全球至少有85000个妇女被杀死，其中60%的女性受害者是互因翁也是家庭成员施行暴力，而且平均10分钟都有一个妇人人互亲密伴侣也是厝内人杀死，无一个国家毋是安尼。西班牙是有几千个妇女伫50座城市内面游行，因穿白色的长袍，挂白色的面网，夹标语，顶悬写2024年互杀死妇人人的名和年岁。这场游行除了谴责对女性的暴力，嘛抗议以下冲突。Son también que sufrimos la mayor precariedad y otras muchas cosas, ¿no?, que queremos hoy salir a denunciar, como por ejemplo los presupuestos militaristas, la militarización de las fronteras o que se siga financiando el genocidio en Palestina. Eso también lo llevamos hoy muy al frente de esta manifestación.
全球差不多几万的妇女伫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行起伫街仔路。智利的妇女讲，政府对性别暴力有真长的路爱行。法国的民众讲，爱加强对实行暴力的人的罪责。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以地区来讲，非洲是受害者人数上侪的地区，差不多有21000个妇女被抬死。过来是美洲和大洋洲，分别是每10万人内面有1.6个人和1.5个人。亚洲和欧洲的比例较低。公司新闻新闻编译。另外一件意外消息来看，一架为德国飞立陶宛的飞机伫立陶宛载落来，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因为目前国际情势无稳定，德国认为需要详细调查事故，无排除是恐怖攻击。机场监视器画面因看到一只无人机伫无路的所在落落去，佫爆炸，火光接外光影影，也佫清楚乌烟。这是一架为德国飞到立陶宛的 DHL 飞机，当地时间自5透早伫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机场附近的住地区落落去，造成机顶1死3人受傷。Skrisdamas jis biški suko į dešinę pusę, į laukus, kaip sakant, į tas gyvenamasis vietas, nežinau, ten yra namai, nėra. Ir nežinau, bent jau aš tikrai mačiau, kadangi buvo tamsu. 好佳在无造成附近居民伤亡。立陶宛当局表示，目前无现象证据指出这是一个恐怖攻击，或者是故意破坏行动。不过调查过程可能至少需要1礼拜。德国外交部也声明表示，目前国际局势无安定，无排除甲最近波罗的海电线被切断这相关事件有关系。爱查明真相，确认是毋是另外一个混合攻擊事件。Pasakyti galiu taip, kad kol kas kažkokių ženklų, faktų, kad tai būtų sabotažas, teroristinis aktas tikrai nėra. Ypač kai kalbam kažkokia išorinė įtaka lėktuvui. Zum einen haben wir hier im BMVG bislang keine Erkenntnisse über einen Sprengsatz oder einen Sprengsatz und seine Herkunft. 混合攻擊常常是講非常規嘅軍事策略行為，比如破壞基礎設施、網絡攻擊等。自從自2001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歐洲國家常常用這個名詞來形容因指揮莫斯科針對自身嘅行動。DHL 表示，這架飛機是由華航空公司營運。2031年嘅波音737-746飛機在立陶宛緊急降落。德國當局也在調查今年幾啊件 DHL 報告暗藏燃燒裝置引起火災案件。公司新聞鄭慧珍報道。来看英國傳奇樂團 Beatles 最近發表上新的紀錄片，公開 Beatles 頭一屆去美國表演的畫面。What do you like about the Beatles? 1964年的1月初9，披头士是第一摆伫美国登台演出，小音效甲真厉害，歌迷是足因的车，甲华盛顿露天体育场客甲满满满。这场景即马伫新推出的纪录片内面，第一摆互大家知。出身这个作品的奥斯卡大导演马丁·史科西斯印象阁真深。I remember it vividly. For me, it's kind of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the audience, younger people, to see this and understand that there was no British music scene before that. 比头士伫1960年伫英国的利物浦成军，迄当阵无人想到这4个查某囡仔，可有激情色彩的创作专辑，伫英国水称红，甚至阁超过英国，甲美国流行音樂市場嘛收落來。When we came, it was quite shortly after Kennedy had been assassinated. Maybe America needed something like the Beatles to be lifted out of sorrow. 比头士创作要角之一的保罗·麦卡尼伫片内面讲，因为去掠着少年人爱讲的事，可能就是传了风潮的关键。We'd written the song "She Loves You" in the next room, and my dad was in the other room, so we came in to play it to him first time. She loves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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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s going. And at the end of it, he said, "Boys," he said, "it's very nice, but couldn't you sing 'She Loves You'? Yes, yes, yes." He said, "There's enough of these Americanisms around." 披头士虽然伫1970年代解散，开始行家己的路。后壁约翰南农伫1980年，互人开唱单时，乔治哈里森伫2001年的11月，因为肺癌过身，敢若剩保罗麦卡尼和林哥史达，即马嘛是继续伫乐坛打拼。经过超过半世纪，因当初时去到美国，结果变作全球的大明星，因的音乐嘛继续启发未来音乐人。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网络顶悬传信形容的大图800款，却拢找无一个是非洲的族群的红仔图。英国有青年组织发现这个状况，就开始画非洲的大图，希望会当消除歧视。
先伫咧纸顶头画一个样，顶头是画黑人各种的光头毛的造型，国下即款图做做数位版本的表情大图。伫英国伦敦的青年组织发现，伫即马网络顶有卖甲4000个大图，不过拢无以黑人或者是透镜透明色为主的，所以就甲专业设计师合作制作非洲的表情大图，想要拍破大众的审美观念，和数位世界更加有包容性。In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the emojis, it was really fun. It was quite social as well. It wa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various like hairstyles that we have, as no one's emoji that was designed was the same. 除了皮肤色，这款学生也创造4种黑人发型，包括爆炸头、辫子头、玉米辫加雷鬼脏辫。按算伫2025年4月交予统一全球电脑编码 Unicode 组织审查。On a more personal note, I finally have an emoji that looks like me, that I can identify with, that I can use and say loudly and proudly, this is me with braids, but this is me with cornrows, this is me with afro hair, and really celebrate the versatility of my hair. 青年组织甲专业设计师讨论了，所设计出来表情符号，因讲即马抑阁无法度使用的原因，是因为以欧洲为主的审美观念正深。因若 Unicode 的审查标准之一，就是大图使用度悬低，所以因希望即款大图会当伫每一个搜索引领，互人大量使用，来增加审查通过机会。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戴燕，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